大埔宏福苑發生5級火警，直至到星期三深夜，火勢仍然非常猛烈。屋苑8座嘅大廈總共1984個住戶裏邊，有7座起火，或者係會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最嚴重火警。截至到11月嘅26號晚上10點鐘，有13個人確認死亡，包括1個消防員殉職。但係失蹤同埋待救嘅家屬不計其數，有超過200人登記咗未揾返屋企人。聯絡唔到邊個啊？有冇話？婆婆你婆婆係咪住喺着火嗰一棟啊？係咪？係啊，雲青閣第一棟。佢而家婆婆而家喺邊度啊？有冇話？知啊，我哋今日揾咗屋企，好擔心。宏福苑係有成40年樓齡㗎，好多老人家居住，好難想像到傷亡嘅情況，令人非常擔心同埋痛心。連我哋嘅國家主席習近平都已經發文哀悼遇難者同埋殉職消防員。世界各地嘅多間傳媒都有報導，呢場嘅災難已經係上升到世界級數㗎啦。而釀成呢一次火警嘅主因係因為宏福苑係進行緊大維修，喺8座嘅大廈都係圍上咗建築嘅棚架。消防就估計，因為風勢同埋起火嘅竹棚嘅碎屑係飄到其他大廈，因而就喺短時間之內蔓延到屋苑7座大廈。睇返最早網民上載嘅火警影片，一開始嘅細火只係經過短短嘅10分鐘就演變成10幾層樓高，一發不可收拾。有人就認為起火原因係建築工人食煙引致嘅，但係亦都有人就指出，就話可能係源於建築物嘅物料係未必合規阻燃啦。究竟宏福苑嘅大維修工程係唔係存在住安全問題呢？翻查資料，宏福苑喺上年就已經就住價值3億3千萬天價大維修係咪存在法團圍標有好大爭議㗎啦。當時每戶更加係要夾16至到18萬元啦，冇諗過夾完錢仲要燒埋自己屋企。究竟係邊間建築公司釀成呢次大災難呢？有居民就揭發，當時搞大維修嘅法團2任嘅顧問都係民建聯嘅議員，有一位係更加做埋副局長添啊！究竟當時佢哋點解要支持呢個法團呢？有人就話上年就已經向政府部門作出咗投訴，認為宏福苑嘅大維修有火燭風險。但係政府竟然回應火災風險比較低啊，最後就並冇一啲嘅跟進嘅。希望用呢條嘅影片同大家整理而家有嘅資料啦。喺火災當日嘅晚上，去到10點半嘅時間，仍然係火光紅紅，見到唔少單位有通天大火啊！截至到晚上10點，大埔宏福苑5級火已經造成13死23傷，其中9人當場死亡，4人送院之後不治。消防嘅發言人就交代咗當時嘅最新情況，就話最初起火嘅係宏昌閣，宏昌閣係有32層高嘅。到場嘅時候，外圍棚架起火，同埋蔓延到單位同埋其他大廈。現場嘅環境惡劣，不斷有雜物墮下，加上求助個案不停增加，開始去到入夜嘅時間就需要更多人手支援，所以就升級做5級火。消防係出動咗超過760人救援。消防就估計，因為風勢同埋起火嘅竹棚嘅碎屑飄到其他大廈，蔓延到屋苑7座嘅大廈。消防就話，進入大廈滅火嘅時候，亦都遇到高溫，部分嘅樓層係仍然未能夠到達㗎。佢哋就話一直收到唔少市民報案，就指出有啲單位係仲有人嘅，但係現場嘅火勢好猛烈，溫度極高，消防係需要等待合適嘅時間進攻到上層嘅單位作出救援㗎。去到晚上10點左近，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向大埔重大火災事故遇難人員同埋殉職消防員表示哀悼，要求全力以赴撲滅火災，努力就將呢一場火災嘅傷亡損失減到最低。呢一場嘅災難已經係上升到國家級數啦。
其實喺2017年啦，倫敦一座嘅住宅大廈起火，造成咗72人死亡，已經係成為咗世界新聞。今次宏福苑係有7座嘅住宅大廈起火，幾近係完全燒毀。呢一次放諸於世界都係一場極大嘅災難。而家唔少嘅世界媒體都將佢變成頭版位置。但係奇怪嘅就係啦，呢一場火由下晝2點52分接報，去到下晝6點22分升為5級火。特首李家超同埋高官嘅議員啦等等咧係一直都冇出過聲㗎。去到7點半左緊啊，李家超先發出咗一個貼文啦。相片之內一班嘅高官係着住黑色嘅背心，拎住本空白嘅簿仔去開會。差唔多5個鐘頭嘅時間，先係就住呢個世界級嘅災難發一個貼文。點樣安置居民？居民今晚瞓邊度？各樣嘅應急措施，呢幾日嘅計劃等等，甚至係令市民有返信心嘅説話之類啦。其實相信都係香港人等待高官要做嘅嘢嚟嘅喎。咁但係李家超呢個開會嘅貼文有冇達到呢一個嘅效果呢？睇返呢個貼文下面嘅留言就見到反應唔似太好啦。就算係比着以前嘅林鄭月娥嗰個年代啊，如果比着佢嘅話，好可能喺4點左右就已經係出嚟發表講話。見到呢一場嘅大火係非常誇張㗎，網上多條嘅影片都見到，由下晝到深夜一直都火勢猛烈，冒出咗大量嘅濃煙，席捲半空。香港咧係極少發生5級大火㗎，對上已經係08年嘅嘉禾大廈火災，以及係90年代釀成40人死、80人傷嘅嘉利大廈大火。嘉利咧同樣係因為竹棚被點燃而快速蔓延嘅。當時香港政府更加因為事故而重新修訂相關嘅消防條例，提高咗建築物嘅消防安全標準啦。但係好似今次宏福苑咁樣，波及7棟嘅大廈，近2000個單位、5000個居民，規模咁龐大，呢一次嘅火警絕對係香港嘅第一次。而且宏福苑已經係40年樓齡，好多長者居住，65歲或以上嘅人士係佔咗37%咁多。有幾多人最後係未能夠及時逃生，仍然都係未知之數。睇翻啦，下晝嘅香港01直播畫面裏邊，訪問咗幾位街坊，都睇到佢哋劫後餘生啊！有位林先生就話：佢喺下晝3點幾聞到煙味，打開門見到有濃煙，就即刻落樓疏散。佢就話樓層嘅其他人已經走咗，佢就拍門叫隔離有小朋友嘅一家人離開。佢又講到話，由第一座嘅宏昌閣起火，去到蔓延2座樓之外，佢住緊嘅宏建閣，只係短短20分鐘時間咋，火勢蔓延得非常快，而且佢亦都係聽唔到任何警鐘。佢就話：雖然而家好擔心，咁但係乜都做唔到，今晚可能要去到阿女嘅屋企度暫住。呢位嘅林先生係算好醒目嗰種，而且發現得早啊，先能夠及時逃生。咁但係其實佢嘅處境，只要遲多10分鐘都一樣好危險，實在係好難想像其他長者或者有小朋友嘅家庭喺乜都唔知嘅情況之下係點樣嘅境況。路透社咧就影到一位咧71歲嘅黃姓老翁啦，佢喺火場附近咧就激動咁大喊啊，就話太太仲喺屋裏邊，咁但係無奈咧救援困難，只能夠眼睜睜望住火舌咧係吞噬家園啦。而無線新聞訪問火場附近一名姓葉嘅民眾啦，佢就話起火嘅時候太太喺屋裏邊，佢打電話叫太太落樓，咁但係太太去到樓下已經係發現大廈嘅大門係火海，出唔到去，佢就要太太翻到去屋裏邊，太太都話啦翻唔到入屋啊，而家目前夫妻2人已經失聯，咁呢一位嘅先生就話致電俾佢嘅時候已經唔聽電話啦。而去到傍晚啦，無線新聞亦都影到一位女士放聲痛哭，就話全家人都仲喺屋企，令人非常痛心同埋傷心。好希望佢哋最後都全部獲救，可以一家團聚。
有市民呢就製作咗一個報平安嘅網站啦，綠色係表示平安，紅色係求救。嗱，暫時見到啦，宏昌閣同埋宏泰閣兩座大廈係滿布紅色，令人非常擔心啊！而且喺傍晚嘅時間啦，亦都最少有200人係登記未揾到屋企人，唔少人呢情緒激動。根據現有嘅資料，最初起火嘅大廈咧就係宏昌閣嚟嘅。咁最初咧本身就係由宏昌閣外牆嘅棚架起火啦，咁然後火勢咧就一發不可收拾啊，蔓延去到呢個宏泰閣同埋宏新閣等等樓宇，甚至見到燒入去單位嘅內部。網傳嘅片段就見到拍攝到咧宏昌閣低層有棚架出現火種。咁當時火勢就唔猛烈㗎，都未開始蔓延嘅，已經有唔少途人咧就不停咁大叫：點解冇響警鐘啊？搞錯啊！又話點解冇人撳警鐘？工程人員喺度做緊乜嘢？個棚架起緊火，咁啊仲有唔少人就話火燭啦喂，而且就話成棟大廈都冇警鐘，搞錯啊！片主咧就更加形容啊，喺不足10分鐘之內，火勢已經係一發不可收拾。咁片中啦有途人就話，只係幾分鐘啫，火勢已經係沿住棚架直燒上到去高層，支燭咧係燒到去爆裂，然後墮下嘅。暫時就仲未知道呢場大火起火嘅原因啦。咁但係有居民就指控，大維修工程嘅工人就經常食煙，可能係造成大火嘅元兇。咪嗰啲工人啊，之前我係見到佢哋食煙㗎，我有同佢哋講過，叫佢哋唔好食煙啊，但係好難控制啊。網傳咧就有唔少嘅影片，嗱其中一條就見到着住橙黃色衫啦嘅維修工人嘅男人就坐咗喺石屎上面食煙，煙霧瀰漫，距離棚架係相當近。影片最後拍攝嘅女子咧就質問，就話：阿生你又喺度食煙啊？呢一位嘅男人即刻咧就望向鏡頭，咁但係手上面仍然咧係持有點燃嘅香煙。嗱，究竟呢一啲被影到食煙嘅工人，究竟係本地工人定係外勞呢？暫時咧係未能夠確定㗎。咁但係而家啦，絕大部分嘅建築公司都已經係大量聘請外勞，所以唔少網民認為咧有外勞食煙嘅機會係相當高嘅。但係啦，即使有機會係香煙點燃咗而引起有火種，都唔代表啦係會演變成5級火警㗎嘛。有人就指出，最大嘅問題可能係在於建築物料咧係並唔符合規格啊，有機會係易燃嘅物料。曾經經營建築公司嘅潘卓雄就講到，話香港有明文規定，只要棚架搭建喺有人使用嘅樓宇上面，就必須要用阻燃嘅棚網。如果係一般冇市民使用嘅建築地盤，就可以唔使用啦。棚網燃燒有一個陽燃、陰燃同埋滴燃嘅特性啊。潘卓雄就話，唔單止咧係非常耐燃啦，而且就算見唔到火都好，陰燃咧仍然咧都可以有能力將火去蔓延落去，而且溶膠滴落嘅物料咧係會繼續燃燒㗎，並且係會蔓延到被滴落嘅地方，包括風力吹開嘅地方。因此，屋苑嘅大維修如果係使用咗唔合規格嘅棚網，就特別危險啦。咁潘卓雄就話，2023年嘅尖沙咀海員俱樂部酒店重建嘅通宵4級火，同埋1個月前嘅中環華茂大廈3級火，兩次咧都係因為用咗冇阻燃能力嘅棚網啊。海洋俱樂部咧就因為係地盤冇人使用嘅，所以就冇違法㗎。咁但係中環嘅華茂大廈就唔同啦。睇返新聞啦，1個月前嘅中環華茂大廈亦都係曾經發生3級火，係造成咗最少4人受傷送院嘅。屋宇署喺華茂大廈3級火之後，曾經喺10月21號就向所有認可建築專業人士同埋註冊嘅承建商發通告啊，要求立即檢視建築物外牆嘅工程所使用嘅保護網、保護膜同埋防水油布等等嘅材料嘅阻燃性能。
嗱，建築業嘅議會亦都講到，就話上個月咧係曾經發出咗有關嘅信函，呼籲業界加強安全管理，咁亦都係強烈呼籲各個承建商立即檢視所有外牆嘅保護網同埋帆布嘅，必須要確定阻燃性係符合認可標準，以避萬一有火警嘅時候防止火勢蔓延啊！亦都係需要禁止工地吸煙。咁但係啦，宏福苑嘅大維修工程有冇用到呢一種阻燃性嘅保護網啊、帆布等等，就真係而家冇人知啦。唔少嘅居民一直都係對大維修嘅建築公司感到好不滿嘅，因為咧佢哋實在唔似係太安全啦。《東方日報》就報導啦，話在場嘅居民黃先生就表示，話目前咧大樓咧係進行咗大維修工程，就話呢一次出事係過去嘅業主立案法團選擇咗涉事嘅建築公司導致㗎。並且就話工程期間唔少嘅紙皮等等就隨處咧就棄置。佢咧就講到，就話點解要揀呢一間嘅建築公司咧？就話上一個法團咧一路咧都做得唔好。咁而早喺上年嘅10月啦，已經係有宏福苑嘅居民認為大維修工程存在住火災危險。咁呢一位嘅居民咧就自發咁樣就發咗一封電郵俾勞工處作出投訴啊。咁但係勞工處處長嘅回覆竟然係否定咗呢個危險嘅喎。勞工處處長嘅回覆電郵就講到，就話勞工處嘅人員喺呢個地盤視察所得啦，就話呢一個工程嘅維修啦，係唔需要喺竹棚上面咧進行熱工序，使用明火或者咧係有易燃物品等等，而地盤之內咧亦都係有提供合適嘅滅火設施，咁所以就認為棚網發生火災嘅風險相對低喎。咁呢一封嘅電郵咁講法，勞工處係唔係睇漏咗呢一次宏福苑嘅火災危險呢？喺誤判之下就構成咗人命傷亡呢？咁需唔需要負上一定嘅責任呢？而且早喺幾年前啊，大埔嘅宏福苑已經係就住大維修方案有過好大嘅爭議㗎啦，就更加係爆出咗懷疑圍標嘅問題。喺2024年8月嘅時候，《星島日報》就報導，大埔宏福苑嘅業主立案法團早前就通過咗天價3億3千萬元嘅大維修方案，每戶咧係要夾15萬至到19萬嘅維修費，係遠遠高過同區或者同類型屋苑嘅維修費用，而且係要求業戶咧喺7個半月之內繳足款項啊，係引起外界關注㗎。原來本身喺2024年嘅1月啦，法團咧就提出咗3個嘅維修方案，最平咧係1億5千萬，咁但係最終議決嘅時候就揀咗3億3千萬嘅工程維修費同埋維修方案啦。咁並且咧就話會分6期去集資，由8座總共1984戶攤分，每戶咧係要夾16萬至到18萬啊，令到好多個小業主非常不滿，更加有大批居民喺開會之後就考慮入稟土地審裁處去申訴，咁並且咧就將有關嘅通告咧放入咗去住戶嘅信箱裏邊，咁但係隨即就有保安報警啊。最終中標嘅公司根據文件顯示啦，承建商個名就叫做宏業建築工程有限公司，顧問公司咧就係鴻毅建築師有限公司。根據法團嘅會議記錄，代表住宏業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嘅人呢，就叫做侯建華同埋何建業啊，而代表住鴻毅建築師有限公司嘅就係胡俊賢、楊子文以及係蔡國興啦。而當時嘅法團主席鄧國權啦，喺2012年開始咧已經係連任咗3屆嘅法團主席。根據獨媒報導，呢一位嘅鄧國權啦喺2020年亦都係被委任做大埔南分區委員會嘅成員。大維修嘅工程啦，最後咧就喺舊年嘅7月起咧動工嘅。後嚟咧有業主就按住建築物管理條例要求咧就召開特別嘅業主大會，重新決定維修方案，以及係重選法團嘅代表。
經過多番嘅努力啦，舊年9月部分嘅業主就成功咗召開特別業主大會，經過討論之後，就用大比數通過罷免咧在任超過10年嘅法團，以及咧就選出咗新嘅法團代表。咁但係咧嗰個大維修工程就繼續落去嘅。本身呢一個大維修工程應該去到下年3月就會拆棚㗎啦。咁但係而家不單係呢一個3億3千萬嘅工程，好可能最終會無疾而終，而且更加就令到2000戶嘅居民無家可歸。居民同埋傳媒都話，而家已經係冇辦法再聯絡到法團同埋承建商啊。親中嘅媒體點新聞就話啦，翻查翻資料啊，其實屋苑啦喺舊年7月進行大維修，咁至今動工超過1年嘅時間啦，期間其實都已經係有其他事情發生過㗎啦。譬如話呢個超強颱風華加莎咧出現嘅時候，咁就令到棚架嘅結構咧係有損毀嘅。喺10月嘅上旬咧係需要加固修葺嘅工作㗎。當時已經有居民喺社交平台嘅群組裏邊發文，就話呢啲沙網垂落嚟嘅時候相當危險，就更加有人質問棚網係咪阻延㗎？咁但係就冇人跟進啦。結果啦，棚架貼近呢個大廈嘅牆壁啦，令到成個外牆咧就成為咗一條垂直嘅煙囪。一旦咧嗰個底部起火，熱氣上升嘅時候就帶動咗強烈嘅對流，火勢就沿住外牆迅速咁樣蔓延到去頂層啦。咁而更加詭異嘅就係有網民就發現屬於民建聯嘅大埔區議員黃碧嬌，唔知係咪牽涉其中嘅。咁喺2024年嘅8月24號，黃碧嬌咧係發出咗一個貼文，佢喺貼文裏邊就話大維修嘅工程而家進行得如火如荼，需要同心同德去為穩定屋苑順利完成大維修，係需要支持現屆法團繼續留任，反對罷免。咁之後佢喺呢個10月嘅10號同埋24號都分別係有參與到宏福苑大維修嘅事宜㗎。事實上，根據獨媒嘅報導，呢一個嘅法團亦都係由民建聯嘅前宏福區區議員胡建文去做法團顧問嘅。咁但係咧，胡建文喺上任做呢個政府嘅副局長之後，顧問一職咧就改由民建聯嘅黃碧嬌代替啦。唔知道呢一位嘅黃碧嬌又或者係之前嘅胡建文，究竟係知唔知道呢個大維修工程總共係花費3億3千萬咁誇張呢？每戶係要夾16萬以上呢？又知唔知道當時呢一個工程係咪安全嘅呢？咁如果黃碧嬌當時並唔係好清楚嘅話，咁點解當時佢又會咁支持嗰時嘅法團咧去做呢個大維修工程咧？呢個宏福苑大維修工程最終咧就導致到世界級嘅頭版災難，係令到咧難以計算嘅人數傷亡有消防員亦都殉職，唔少嘅家庭天人永隔，流離失所。就算咧係好彩執翻條命，畢生咧花咗喺一個住宅單位嘅積蓄，亦都係付諸流水。究竟法團、政府、議員、工程公司、建築工人等等究竟係邊個需要負責任呢？可憐一班嘅居民呢段時間嘅生活可以點算究竟第三者保險嘅保額又足唔足夠令到居民重建家園呢？如果唔夠嘅話，一班居民向承建商追討，咁但係承建商直接倒閉咁又點算呢？政府打算點樣做法一切嘅事情咧都係令人非常痛心好希望可以睇到更多人獲救嘅新聞。見到好多嘅市民都自發去送物資去到庇護中心，希望呢一個城市之內咧，大家互相幫助，一齊度過呢個難關啦。今日講嘅就係咁多啦，下次再同大家傾過，拜拜。